今日陽光和煦，我就嚟到中山三鄉呢個由國企打造開發嘅大型屋苑，亦係眾多港澳街坊所喜愛嘅度假養老勝地。而呢個項目對於佢哋嚟講，點解有咁大嘅魔力呢？嗱，當然第一個就肯定係因為品牌啦，國企華發打造嘅，無論從交付速度、項目選址以及園林嘅品質咧，亦都係可圈可點嘅。而第二個當然係因為價錢啦，6、7千蚊嘅單價就可以買到啦，有毛坯亦有精裝，任君選擇。而第三樣嘢不得不提嘅就係項目嘅交通區位啦。無論你從香港、澳門自駕上嚟嘅，又或者係比較依賴公共交通嘅街坊們咧，呢個項目嘅交通區位，相信唔會令你失望嘅。我鋪張圖俾你睇睇呢個區別，你就知噶啦。如果你想單純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，又或者係想去到深圳灣口岸過關嘅，亦還是係想去到香港嘅元朗、太子、荃灣呢啲地方呢，亦都有相應嘅站點可以等候車嘅。呢度係 mark 住上樓市觀察頻道啊，我係你嘅觀察員阿 Mark。如果本條視頻提供嘅觀點呢，對於你置業中山呢係有所幫助嘅話，咁歡迎點讚或者轉發呢，俾到有需要嘅街坊可以參考。咁而家目前在售嘅單位面積段又有幾多啊？咁我哋話不多說啦，直接上去。OK， 我哋上到嚟示範單位嘅樓層啦。而我哋所在嘅樓棟咧係12棟，佢係34層高嘅，而一層咧係2梯4伙嘅戶型。只有84平方3房同埋108 4房嘅戶型嘅。而家我哋先睇下84平方做3間房嘅戶型又係如何嘅啦。入戶門之後咧，呢個位置就可以做一個收納櫃啦。如果係擺鞋嘅話咧，就比較問水啦。咁我哋入到嚟呢個餐客廳呢個位置啦，傳統嘅樹廳嘅，我哋即刻行到去陽台呢個位置，睇下出邊嘅景觀啊嘛。時間咧係將近5點鐘嘅，而家光線咧啱啱好俾前面嗰棟樓咧就嚟擋住噶啦。下邊咧就係內部路嘅，有好多停車位，而前面咧係冇遮擋嘅，除咗前面嗰啲別墅，同樣都可以享受到270度嘅景觀嘅。好，我哋入翻嚟客廳呢個位置啦，睇下廚房呢個位置咧就擺到個單開門嘅冰箱。而呢個廚房嘅操作台咧有一個直尺位嚟嘅，煮食爐、抽油煙機，呢度咧就係煙道嘅位置，呢度咧可以放烤箱啊，呢啲操作台，大嘅單嘅星盤。而呢邊咧就係一個朝西面開嘅生活陽台嘅位置，洗衣機啊基本上就放喺呢度噶啦。餐客廳嘅空間係咪都 OK 啊？85平方。再睇下個客房嘅空間又係點樣嘅？而呢邊咧朝南嘅第一間客房，對面咧就係個客廁嘅位置。呢套屋咧只有一個衛生間嘅啫，2段式。而呢個窗咧係向呢個陽台出邊嘅，所以咧就做咗個磨砂玻璃，亦都係明窗嚟嘅。好，再睇下第2間房。呢個空間係一個創意改造空間，亦即係話佢預咗你去改造嘅。因為呢個主臥嘅空間咧其實係唔富裕嘅，有好多人會喺呢度做一道門啊。呢邊咧就係主人房。再做一個衣帽間啊咁樣嘅佈局咯。客房個空間就當然冇南向嘅客房咁大啦，而呢邊嘅景觀啊亦都係唔錯嘅。主人房個空間就唔講得大㗎啦，放一張1米8嘅床，而呢邊咧就擺個衣櫃。兩邊落床嘅話咧，就呢邊咧就剩低約莫係3個平方嘅地面空間㗎啦。好，85平方2+1 3房嘅示範單位咧就睇完㗎咯喎。你覺得呢套85平方嘅3房覺得點樣咧？老實話係比較保守嘅，亦都係比較實用。隔離有一套108嘅，我哋不妨再睇睇先。從電梯出門左手邊呢邊呢一套單位咧，就係做4房㗎啦，係南北通嘅雙露台戶型。我哋就入嚟之後咧，左手邊呢度係有一間客房嘅設計，基本上可以攞嚟做書房啊，會比較好啲嘅。睇下呢個採光。繼續入到嚟客廳啦，餐客廳雙露台。呢種戶型就比較受歡迎嘅，講真。如果我哋平時將呢個陽台門打開之後，基本上你嘅餐客廳個溫度亦都會降低不少嘅。就算係天時熱嘅情況下呢，客廳基本上都唔需要開空調㗎啦。睇下出邊嘅景觀啦。好，再入翻嚟呢個客廳啦。呢個係正正經經可以擺到一張8人台嘅餐台嘅位置嚟嘅。呢個廚房亦都同時可以擺到一個單開門嘅冰箱啦、煮食爐、抽油煙機呢種大單盤咧，唔知你哋各位用過嘅話，覺得好用定唔好用呢？呢邊就係北向嘅陽台，望內園景嘅，望山景嘅。洗衣機擺呢度就唔怕曬到咯。出邊嘅景觀 feel 下，
我哋睇下客房個空間又係如何啦。呢邊就係朝南向嘅客房啦，空間啦，個陽光咧亦都係非常之燦爛嘅。好，嚟到呢個客廁個位置啦，洗手盆、馬桶、淋浴個空間，呢啲通道嘅位置咧，亦都係相當之富裕嘅。呢邊咧就係北向嘅客房位置啦，因為佢呢個位置冇個飄台位嘅，床咧可以做到比較大嘅，咁釋放咗地面個空間之後咧，兼顧咗採光同景觀嘅效果就係咁樣噶啦。好，我哋再嚟睇下主人房套間又係如何嘅。嗱，目前而家個光線咧係非常之充足嘅，客房個空間亦都係夠嘅。如果擺張1.8米嘅床咧，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。而入邊咧就係衣帽間啦，兩邊都可以放衫。再入啲咧就係主人房嘅衛生間啦，個空間亦都係相當富裕嘅，係咪？OK， 呢個108平方嘅4房戶型亦都係參觀完畢咯。咁我哋仲有一個95平方嘅戶型咧喺隔離棟嘅。而家跟隨我嘅鏡頭繼續睇埋落去，好唔好？OK， 我哋嚟到94平方呢個3房2廳2衛嘅戶型啦。即係入戶門之後咧，呢度都係做一個收納櫃嘅位置啦。而入到嚟咧，傳統樹廳嘅餐客廳嘅位置，亦都係咁樣嘅佈局。我哋再嚟睇下個陽台嘅位置先。陽台個採光同埋景觀係重點嚟嘅。嗱，我哋望出去咧，前面亦都係無遮擋嘅景觀，而呢邊咧就有個湖景嘅。而目前咧就晏晝5點鐘嘅時間，西斜嘅陽光咧就啱好就遮住咗噶啦。好，再嚟睇翻呢個客廳嘅位置先。餐廳就擺喺呢度啦，睇下呢個廚房，而呢度位置咧，亦都係擺個冰箱啦，然後煮食爐啦、抽油煙機啊。廚房嘅佈局咧係一個直尺嘅咁樣嘅動線，然後行到嚟呢度咧有一個生活露台，而呢個生活露台嘅景觀咧亦都係唔錯嘅，可以望到呢個人工湖嘅位置嘅。好，再入翻去睇下我哋嘅客房嘅佈局又係點樣嘅先。而呢邊咧就係第一間客房啦，空間亦都係 OK 嘅，係咪？採光亦都 OK 嘅。再嚟睇下第一間客廁又係點樣嘅？洗手盆、馬桶，而呢個淋浴空間嘅都係明窗嘅設計。第二間客房係望到呢個湖景。OK， 再睇下主人房套間啦。呢個衛生間個門啊，為咗避免向住床頭嗰啲位置咧，只能夠選擇向住呢道門嘅開啓啦。衛生間呢個空間啦，主人房個空間最緊要都係有景觀啊嘛。嗱，呢邊望出去咧有湖景。OK， 呢度94平方做3房2廳2衛嘅戶型啊，相對於85平方嚟講咧，就實用性會更加強啲，因為有2個衛生間啊嘛，就唔需要話爭呢啲嘢啦。爭咩啊？仲有呢個客房嘅空間啊，亦都係相當之合理嘅。基本上我哋都睇完晒呢個在售嘅示範單位嘅面積段啦。好老實講啊，呢個產品嘅設計特色咧就唔多嘅。而目前呢個項目嘅銷售咧，亦都進入到尾聲啦。基本上佢嘅尾盤咧就集中喺低樓層嘅，亦即係話佢85平方做3房嗰個戶型啊。如果樓層比較低嘅情況下咧，有可能可以做到under 60萬，而且再加多4999蚊就可以換購一個帶紅寶嘅產權車位。對於嗰啲需要自駕來回港澳兩地嘅退休嘅港澳街坊嚟講咧，無非上到嚟咧，主要係揾一間價錢合理、環境優越而且安靜嘅度假居所啫嘛。如果需要了解在售樓層以及特價單位嘅價錢方面嘅詳細咧，不妨可以點擊我嘅頭像與我取得聯繫，我會將一份詳細嘅資料發送俾你，記得關注我喎。